文长兄，小弟在此别过了。哎呀，再想想，再想想啊！有什么好想的？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啊？你什么样的人我都知道。一心一意为国为民，不计个人荣辱。君子之交，择其大者，其他都是小节，让他去吧。哎，步堂大人那里，我替你去辞行。于大帅那里，哎，告个别吧。不用了，男儿之交，何须婆婆妈妈？走了。子礼，你觉得徐阁老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也学会绕弯子说话了。自打我接受了这份差事，我就是徐阁老的人。你我明白，旁人也明白。你说旁的人会怎么看我们？眼下还不好说，但有朝一日你真的跟胡步堂抗倭的时候，朝中的清流一定会把你当成严党。那你怎么看我？依我看，你就是你。七元境，谁的人也不应该是。子礼，有朝一日，你会入阁拜相吗？有朝一日，你想成为封疆大吏吗？鱼，你看那是谁？一去山东，就此别过了。子礼。寇屠戮，驱逐倭寇，是戚继光一生的梦想。
都司府指挥佥事，拜见父亲。不得了了，戚将军回来了。别说，越来还越有个将军样了。多谢父亲夸奖。去杭州干什么去了？父亲，我给您打点水去吧。年少轻狂啊，看不起祖制，这也不奇怪。但是应该好好想想，卫所制，那是从太祖的时候就开始的兵制。这我都明白。我戚家6代忠烈呀，你祖爷爷跟着太祖打天下，这卫所制就是他们那帮元老跟着太祖建立起来的。你再看不上卫所制，他也是祖制。祖宗之法是动不得的，这是忠，这才是根儿上的忠啊！大丈夫敢为天下先，这也是您教我的。能耐了，真是戚将军了，敢跟你爹顶了。想为天下先没错，想变法兵制，搞那套玩意儿也可以。但是有句话你要给我记住啊，忠君和变革那是两难全的事情。你能做到两全吗？那您等着吧，我一定言出必行，说到做到。好，那我就看着。来，过来。爹，您这是？骑上试试。爹，您这骑上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是不是这坐起来感觉比平常更软一些，更稳一些？爹，您以前是神机营的，就喜欢搞点这个新点子。还有呢？不就是个鞍子吗？这马鞍子稳了，骑着才不颠。走得远，才能行千里。再好的骑手，也得先把鞍子弄踏实了，要不然，且不说能走多远，万一要是摔下来，前功尽弃。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？下来，你小子现在太嫩了，先得把他做踏实了。只有把屁股坐稳了，才能谈到其他。孩儿明白了。本将军有令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练出一支160人的精兵，给朝廷看看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大点声，听不见。有。我知道你们心里头在琢磨什么，不就是因为戚将军连续几次受了挫，你们就琢磨着他还能不能有精气神儿？我告诉你们，自古以来，真英雄、真爷们儿，那都是越挫越勇、不挠之势。你们戚将军那就是个真爷们儿，在爷们儿手底下当兵，就得有个爷们儿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吼出来！你们到底练不练？练。
练起来！所有人步调一致，后面的跟上，跟上！ 哥，胡子已经到仇人身边了。这把弹弓，胡子一直带着。看见了他，胡子就等于看见了哥哥。在这个世上，唯一对虎子真心好的人，就是哥哥。 哥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留着这条命，留着他，手刃戚继光。司礼呀，内阁的奏书老夫已经写好了，一共2份。这一份是替你说话的，另外一份。 是处置你的，哪一份送司礼监批红呢？司礼，阁老这么做，他是为了……太岳，你未免看轻谭论了。既然去了这趟差事， 出了事情，理应我一人承担。阁老，请用这份处置谭伦的奏章吧。阁老的心思我明白。您既然处置了，严嵩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至于严世蕃那个心胸狭隘的小人，无非是想出口气而已。您说吧，是罢官，还是？ 来たか。この度の戦は喧嘩を売りに行くわけじゃない。それに盗みを働きに行くわけでもない。勢いをつけるためじゃ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中国の聖人孔子には3000人の弟子がおった。そのうちの72人の賢人たちは不正室の逸材であった。まさに昭和大を兼ねるだ。この天下で最も大きは人なり、最も少なきも人なりだ。哈哈哈哈！嘉靖34年，公元1555年，一支倭寇军队侵略大明，一路快速奔袭，直至南京城。战斗力低下，行动迟滞的明军竟束手无策。东南沿海到底怎么回事？100多个倭寇流窜数月，竟灭不掉。此事要去问你的宝贝弟子胡宗宪。
胡汝真的事，他去做；你我的事，你我做。皇上虽说没下明旨，那冯公公可私下给我透了句话，他们一个个就知道藏着、掖着、瞒着。倭寇再往前打，就是太祖皇帝的陵寝了。你自个儿琢磨吧。南京，这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吧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赶快让兵部给胡汝真写封信。南京万万不可丢失，丢了，我可保不了他。这倭子打来了，你们守也守不住，为啥不让我们出城逃命啊？就是为什么？乡亲们，我们巡抚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，违令者按屠佛罪论处。官爷，求你了，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么小，你就让我们出城吧，官爷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劝你们好生回家待着。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？就是，我们要出城，我们要出城。年轻，不要出城，年轻。回去！不要乱！出城！快回去！回去！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守军明明该有1万，为何实际只有300？这里是陪都。除了皇帝一人，没有谁把这里当回事儿。别处卫所重地都吃空饷，咱这南京城就别提了。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即使拥兵100万，又有何用啊？来者何人？南直隶礼部主事谭纶、谭子礼。放肆！一个小小的6品礼部主事，也敢擅闯巡抚衙门！来人！慢！谭子礼，谭大人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徐阁老推荐的人吧？正是。哦，说一说你有何破敌之策？未必可以破敌。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。从即刻起，尔等100人听我号令。这是巡抚大人的虎符。虎符，我们认得。敢问上官，是让我们去迎击倭贼吗？上官，怎么打你说吧，我们听你的。我给你们半个时辰，去各自探望父母妻子。至于旁的事，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弟兄们。戚继光闻讯，当即召集精锐，决意出征。戚将军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：如果我劝你不要去，你听听？本将心意已决。行，那你带我一起去。你本来就不愿意去，何必勉强自己？我就是想看一看，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。不行，你得留下来。你王家80个家丁，我已编入军中，这次要带走。我会把卢焕留下来照顾你的。你，这是军令。行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让我听到你凯旋的消息。众将听令！今日我们要去浙江杀倭寇。最近，浙至沿海出现了一队110人的倭寇。自6月7日登岸以来，2个月内经历8个郡，转战3000里，杀人无数，但是从不掠财。这是为何呀？是因为
他们就是想灭我大明朝的国威，拿我大明朝的脸面。此次南下，就是灭了这帮倭寇，扬我大明国威。何不出兵啊？这支海防吃紧，这支一带的卫所防兵一律不能动。如果擅自动了，倭寇的主力就会趁机攻打卫所，到时候顾此失彼，麻烦更大。可是戚将军，别说了，本将军去意已决，这一仗必须要打。众将听令，整队出发。快点！快！这当官的一个个全跑了，你说这仗怎么打？要我说呀，兄弟们，咱们别在这儿杵着等死了，保命要紧，咱们逃吧。哎，你说的有点道理啊！擅离职守，杀无赦。巡抚大人，您不是坐着轿子已经……哼，本官已经下令，打开军械库，全军现在听我指挥，5人分成一组，全城的青壮年都要拿起武器，登上城楼，要死守南京。是。大人。那轿子，報告！殿、105名の米軍兵士に保護されて逃げました。例の艦はみんなそうでしょう。おかしくない。殿、攻撃続けるか、南知令を追いかけるか。進歩追撃。奴と首を下げて進軍するんだ。もうすぐ出発。やめくなるまでに奴を追いつくんだ。はい。派人去看看。李健在，去看看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报告将军，抓到2个逃兵。跪下！哪个卫所的？我们是南京来的兵。将军，倭子朝南京城方向去了。是所谓的百余死士吗？对，正是。我是山东的将，治不了你们的罪。到最近的卫所去，等着领罪吧。滚蛋！谢谢将军。归队。妾，南京乃是陪都，倭寇去了也是送死，咱们就不用狗拿耗子了吧？孬兵等现成的，好兵得找仗打，不光是找仗打，还得找硬仗打。北京的俺答之乱你也知道，你以为南京就无虞了吗？我们练的兵怎么样，自己说了不算，得别人来说。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，全体都有，驰援南京，去！奔袭前进，撤！
好样的，已经拖到了天黑，值了。大人，说来也奇怪，这伙倭贼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，却不进攻，竟然也坐下休息。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他们还以为我是堂堂二品，南直隶巡抚呢。姐，这是群怪物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咱这一夜走了多少路了？咱们走了90里了。啊，你知道啊？谢。原来咱们奔袭一夜最多走60里路，咱们这一夜就走了90里。你看看弟兄们累的。就算咱们赶到了，这仗可怎么打呀？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累，脚上跟拴了石头一样。我和你们一样，可是我们追的倭寇比我们还能跑啊！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在残杀我们的同胞兄弟。弟兄们，还有心杀贼的，请站起来，和我一起追。要是累得实在走不动的，原地休息，我绝不怪你们。七爷，我胡守仁说过，只要七爷您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我还能打，算我一个，我也还能打，我也能打，还有我，我还能行。还有谁？我也去，我也能打，我也去，还有我，我也去。兄弟们，好样的！立队！出发！走。莫要怕，人生百载，终归一死。今日你我大丈夫尽忠报国，战死沙场，正是死得其所，可谓生平之快事。100年之后，大明英烈有我谭纶的名字，我就不枉今日一死。狗贼，来啊！咕噜塞！まず手出しろ！祈求救治伤人，快！弟兄，本以为今日就要死在此处，想不到居然活了下来，打走了倭子，还遇见了故人，天涯何处不相逢啊！自立兄舍身取义，小弟佩服。
为已解，你若再追，莫说未必追得上打得赢，就算打赢了，也未见得有功。元敬，随我回南京城去吧。南京之围是解了，可是东南之围没有解。大倭寇不能如打俺答，只是把他打跑了。今日打跑了，明日他会再回来。对付这帮豺狼，势必是重创尽歼，不然这些大明的好男儿，真的就是白白牺牲了。元敬，好吧，我不再劝你，你我都有非做不可的事情。愚兄在南京城内恭候你，珍重，珍重。弟兄们英魂未远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！戚继光并非不知，奔袭外省作战是为治之举，不论功劳多大，终究功不抵过。但他更明白，自己人微言轻，谈军事变法只是徒劳。他只有用自己练的兵消灭这笔倭寇，才能令朝廷看到募兵制取代卫所制，正是国之所需。此刻，戚继光同样担忧，自己在朝中并无靠山，此举实属赌上性命，生死未卜。但他已走出了这一步，无意回头。姐，兄弟们已经集结完毕了，
接下来应该做什么？弟兄们怎么样？还能不能走得动？切，没想到你也有哭的时候。每一个战死的将士都是我的兄弟。集合，去南京。请。子立兄，找我何事？为兄有句话要劝你。何意？速带上你的兵马回山东登州，主动交出官印，递上请罪的奏书，或可免一死。我一直以为子立兄懂我，没想到你也以为我此行是有罪的。事当从理，更当从权。如果是浙江兵马杀退了这帮窝子，那是奇功一件。可你是山东都司府的将领，带着山东的兵来管浙直的事，一无兵部手令，二无胡部堂的诏令。虽然有功，